後來過來是美國的《紐約時報》有來報道，講中國污衊到巴拉圭的政界高層，要壓迫對方甲咱斷交。不過巴拉圭的總統貝尼亞公開來表示，並無甲台灣斷交的意圖，而且貝尼亞總統就佇今仔日率團到台灣訪問。巴拉圭的總統佇早起4點半率團訪問台灣，外交部長聶家良親身接機。這個是總統貝尼亞自2023年就任以來第2屆訪問台灣，也是頭一屆進行國事訪問。2014年，總統貝尼亞率團來台灣，參加總統賴清德的就職儀式。為了表示咱國對友邦巴拉圭的重視，總統賴清德將佇明仔載以軍禮歡迎，而且設國宴款待甲頒獎彩玉大勳章。我們期待未來台灣和巴拉圭這位南美洲的巨人持續深化夥伴關係。根據《紐約時報》報道，中國當家大對巴拉圭施壓的力頭，要求因甲台灣斷交。而且指出，在過去18個月內，中國各擺發動針對巴拉圭政府機構的網絡攻擊，甚至備受高讚的政界人士。另外，路透社也記咧，自2023年底以來，至少有19位巴拉圭國會議員、國會記者甲一個反對派競選總統的熱門競選，攏捌訪問中國。中國的外交部也應講，巴拉圭愈來愈多人認為，甲北京建交將會為兩國帶來久長的利益。最近外交部目前只剩下12個國家，巴拉圭是少數的大國，它是大國，對台灣來講的話，對中華民國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們希望外交部加把勁，不能讓這個國家被挖走。邦交國越來越有限的情況下，這種狀況倒下所造成的結果，但巴拉圭是我們長期友好的邦交國家，這個當然要特別的小心。巴拉圭的總統堅定表示，無要斷交。這個國事訪問，不但促進兩國的實際合作，也和伙伴的關係走向新的關度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